第42章熱效應防護總結。本網頁主要介紹了第42章節中關於電器安裝中對熱效應保護的要求，強調在設計階段考慮熱效應的重要性，並提供了相關的保護措施。摘要：網頁內容詳細說明了電器安裝中對熱效應保護的重要性。在正常運作下，電器設備會產生熱，設計師必須確保這些熱量不會導致火災、燒傷或材料退化的風險。此外，在故障狀態下，如過載或短路，必須選擇和協調保護裝置以限制過電流的持續時間和大小，從而減少對 conductors 和設備的熱應力。設備選擇應確保其壽命不會減少，並且適合其環境。環境條件如周圍溫度、可燃材料的存在以及其他環境因素，都會影響電器安裝的熱性能。設計師在選擇設備和設計線路系統時，必須考慮這些因素，並遵循製造商的指示，以避免火災風險。網頁還提到了對熱傷害、火災危險和可燃材料點燃的保護措施。表4.2.1 中指定了金屬和非金屬表面的最高允許溫度。為了防止火災，可能需要將設備包裹在抗糊燃材料中，並使用糊燃檢測器 AFDD 來提供額外的保護。在處理或存儲可燃材料的地方，需要特別小心。此外，設備封閉物需要通風以防止過高溫度的積累，並且過電流保護裝置需要選擇和協調以防止過載或故障時的過熱。線路系統應選擇和安裝以最小化火災相關崩塌的風險。最後，網頁討論了消費者單元的火災等級和選擇適合的線路系統以防止火災擴散，強調使用非燃料材料製成的消費者單元，並且在受保護的逃生路徑中不再使用 PVC 管。此外，還介紹了糊燃檢測器 AFDD 的使用，他們通過監控波形並識別與糊燃事件相關的異常來提供額外的保護。觀點：正常運作和故障狀態下的熱效應都需要被評估和控制，以防止火災、燒傷和材料損壞。設備選擇和環境因素對於電器安裝的安全性至關重要，必須在設計階段就考慮到。保護措施包括限制表面溫度、防止可燃材料點燃、使用 AFDD 等，以適應不同的風險環境。消費者單元應使用非燃料材料製成，並且在選擇線路系統時，要考慮到火災擴散的風險。AFDD 的使用是提供額外火災保護的有效手段，但不應取代其他保護措施，並且需要適當的選擇和指導。第42章節討論了對熱效應的保護，強調在電器設施的設計階段考慮潛在的熱相關風險。正常運作的電器設備會產生熱，設計師必須確保這不熱不會構成火災、燒傷或材料退化的風險。在設計階段考慮熱效應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過載或短路等故障狀態可能導致過度熱。必須選擇和協調保護裝置以限制故障電流的持續時間和幅度，從而減少對 conductors 和設備的熱應力。電器設備應該選擇以確保其壽命不會減少，並且適合其環境。環境條件如氣溫、可燃物質的存在等，會影響電器設施的熱性能。設計師在選擇設備和設計線路系統時，必須考慮這些因素，並遵循製造商的指示，以避免火災風險。設計師應該尋求減少高溫的風險，並最小化材料退化的潛力。第42章提供了措施來減少燒傷、火災風險和可燃物質的點火風險。例如，表面可能接觸的設備在正常使用時應限制其表面溫度。討論了火災等級消費者單元和選擇線路系統以防止火災傳播的重要性。消費者單元應該符合 BSN 61639到第3部分，並且其封閉體應製成非可燃材料或被非可燃材料製成的為果。線路系統應該選擇和安裝以最小化火災相關崩潰的風險。例如 CA 可能指的是燃燒管道
應具有至少60%的光傳輸率，並符合 BSN 6134/2和限制膨脹的要求。PVC 管材不再適用於受保護的逃生路徑，因為燃燒時會產生大量的黑煙和有毒氣體。討論了弧形故障檢測裝置 AFDD 的使用，這些裝置被推薦作為提供額外保護 against 由弧形故障引起的火災的手段。AFDDs 監控波形並識別與弧形事件相關的畸變，它們適用於平行弧形、兩個 conductors 之間的弧形和串行弧形、單個 conductors 內的弧形。AFDDs 應安裝在受保護的最終迴路的起點。遵循 BSN 62606的 AFDD 適用於供電級插座和固定負載使用的單雙交流最終迴路，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省略 AFDDs， 例如旋轉機的激動電路、升力磁鐵的供電電路、消防滅火設備的電路和安全服務的電路。AFDDs 的使用不消除其他保護措施的必要性。